6月底去曼谷玩，住咗間酒店，唔單止交通方便，一出 BTS 站就係，而且價錢合理，食物質素又高。嚟到曼谷，除咗行街食嘢，仲有啲咩好做？當然係日日按摩揼骨啦。今次呢條片帶大家實測一下曼谷呢間高質酒店嘅按摩，同另外2間人氣按摩店比較下，睇下邊間質素最正。曼谷呢個後花園，相信好多香港人都會久唔久就會去一次㗎喇。分別只係在於上次去布吉，今次去曼谷，下次去清邁咁啦。曼谷嘅酒店選擇咁多，我係唔會住死一間嘅。但係今次住呢間 Eastern Grand Hotel 帕日泰，完全啱晒我同大爺心水，好有機會下次會再返得。先講點樣去酒店，機場過關之後落到 B1。呢一層仲有 food court 同埋 Super Rich 找換店，呢一度換錢個 rate 好過香港好多。之後用45匹買飛搭 Airport Rail Link， 總站就係帕日泰。一落車完全唔使搬行李過馬路啊！佢有一條專屬嘅 Skywalk 天橋，直通酒店2樓。無論外邊落大雨定係熱到30幾度，你都可以好優雅，一滴汗都唔使出就行到入酒店啦。除咗去機場方便，呢一度本身亦都係 BTS 綠色線嘅帕日泰站，你搭2-3個站就可以去到 CM 購物區，去四面佛 Central Well 都係一條直線，完全唔使轉車。如果你同我一樣怕曼谷塞車塞到傻，呢間酒店嘅地理位置真係贏晒。離身翻先，今次係自費真實體驗，我係喺 Trip.com 度訂房，3晚房價4700零蚊，大概為1600蚊晚。但包嘅嘢好多，睇落去慢慢話你知。酒店2023年5月開業，坐落喺綜合商業大樓 The Unicorn 裏面，有494間房，設計靈感源自於泰國皇家風格，環境奢華優雅，樓底非常高，用咗好多雲石同金色線條，亦擺放咗好多植物，平衡翻嗰啲浮誇感啊！因為住嘅係 Executive 房型，接待員帶我哋上22樓 Executive Lounge 搞 check in， 送上 Welcome Drink。手續辦好嘅時候，剛好係下午茶時段嘅中段，接待員提議我哋食埋先至上房，行李已經揾咗專人幫我哋送上去，鬼咁貼心。咁我哋坐低睇下有啲咩食先，有沙爹串、湯、春卷、炸雲吞、迷你漢堡包、pizza、各式三文治、芝士火腿、三文魚，哇，仲有壽司、甜品生果樣樣齊，酒水飲飲，個下午茶直頭可以當晚飯食啊，一啲都唔 hea。原本都未諗到今晚食啲乜，而家唔使諗啦，食下午茶當晚餐。我哋訂嘅係豪華房包早餐，可以喺 Executive Lounge 食早餐，或者喺5樓一間叫做 The Market 嘅餐廳度食。先睇下 Lounge 早餐係點嘅先。除咗好似下午茶咁有個小型 buffet 之外，仲可以點即煮餐點。你睇下我哋點呢4樣嘢，除咗個 pancake 差啲之外，其他係咪幾靚仔先？而且仲好好味嘅喎，仲可以食到11點半啊！你話係咪人都癲啊？真係連 lunch 都慳返。而5樓主打叢林風設計嘅餐廳 The Market 仲誇張，俾埋張平面圖介紹，總共有成13個 counter 攞嘢食，由泰式粉麵、中式點心、日式壽司、即打果汁，應有盡有。啲嘢食整體質素都高嘅喎，調味仲好啱香港人口味。建議如果大家嚟住嘅話，一定要加埋錢食早餐。仲有喺入住嘅時候送咗2張 complimentary welcome drink voucher 俾我哋，上 Sky Lounge 度飲嘢睇夜景。呢個 lounge 優雅骨子，坐喺度一路飲嘢一路同朋友吹水，其實都幾寫意㗎。酒店22樓有一間地中海餐廳 Trattoria， 穿過去就係酒店嘅一個開放俾所有住客嘅無邊際泳池啦。喺曼谷市中心有個咁視野寬闊嘅泳池，玩下水打下卡係咪唔錯先？咁如果你同我一樣住 Executive 嘅房型嘅話呢，仲可以去37樓嘅第2個無邊際泳池啦。呢度人流少啲，私隱度高啲，景觀直情係君臨天下。
到夜晚嘅時候，佢嘅夜景，哇，直頭好正，好有 feel 啊！除咗泳池之外，佢仲有 gym 房，分上下兩層。鍾意喺旅行做 gym 嘅朋友，應該一定夠用啦。睇完咁多設施，返房睇下今次我訂嘅 Deluxe Room 係點嘅樣先。一推開門就有個夠擺行李篋嘅衣櫃。酒店每日都會免費幫我哋洗3件衫，洗完之後就會掛喺衣櫃度噶啦。間房嘅空間感都好足夠，King size 雙人床。房裏邊嘅設計走簡約奢華風，用咗好多淺木色同大地色調。最吸引我眼球嘅係呢塊落地玻璃窗啊！由呢度望出去，成個曼谷市景一覽無遺，仲可以望到22樓個泳池。酒店送咗罐曲奇餅俾我哋做小禮物。再睇埋個 mini bar 先，基本嘅茶包、咖啡膠囊同咖啡機都有齊。而雪櫃裏邊嘅小食飲品全部都係免費嘅，唔夠咁咪自己去 lunch 再攞個咯。浴室方面，佢採用雙洗手盆設計，洗手用品一應俱全，乾濕分離，空間感好大。重點係呢個浴缸，行完一日街返嚟之後浸浴真係爽，熱水夠熱，水壓夠大，沖涼體驗我俾佢滿分。唯一要彈嘅係對門，浴室有2對門嘅，都係半透明設計。我覺得廁所時間係 me time 咯，呢啲設計好似唔係幾夠私隱啊。睇完房，跟住我哋睇埋佢個 spa， 我會比較呢間酒店嘅 spa， 同埋 Let's Relax 帕日泰分店，同埋湯之森沙燙廳分店。我哋入住嘅時候，佢啱啱做緊 promotion，3700匹就包90分鐘推油按摩同60分鐘泰式按摩。大爺做推油，我就做泰式按摩。呢家嘢各人喜愛力度不同，我就唔比較按摩力度啦，純粹比較下技師手勢同埋環境。酒店呢間 SPA 嘅環境燈光柔和舒適，服務親切熱誠，房間係最寬敞嘅。喺酒店做嘅好處就係完全唔使出街，咁仲可以喺房間度沖埋涼先上嚟做，所以呢個就係佢最大嘅優勢。而做呢個泰式按摩嘅床呢，佢唔係用傳統嘅泰式床，佢係用正宗嘅按摩床，咁個頭亦都冇咁辛苦。整體技師按摩手法純熟，按完之後佢就送上凍毛巾同埋 herbal tea， 咁就係咁多啦。而經典老字號 Let's Relax 帕日泰分店，距離酒店只係需要5分鐘路程。我哋預先喺網上預約咗每人60分鐘精油按摩，折實之後係2340匹。坐低飲完班蘭茶，揀埋精油之後就可以入房開始啦。雙人房間大小剛好，有浴室，但係水壓就唔係好得。相反，技師手法就非常純熟。Let's Relax 之所以出名，係因為佢哋嘅技術標準化，師傅嘅手勢剛中帶柔，絕對唔會亂按一通。就算5星級酒店環境再好，但係技師嘅手法就未必夠佢哋啦。按完之後奉上椰汁芒果糯米飯，唔使講，呢間嘅 CP 值最高啦。最後一間要講嘅係湯之森沙燙廳分店，喺 BTS 聖路易斯站3號出口，步行2分鐘就到。佢係泰國首家將日本溫泉文化同泰式按摩結合嘅高級水療中心。據講，佢嘅溫泉係嚟自泰國唔同地區嘅著名礦泉聖地。我哋揀咗個特價套餐，包溫泉、60分鐘精油按摩同30分鐘頭肩按摩，2個人總共4330匹。浸溫泉之前，我哋行下呢一個水療中心，佢有一個日式花園。都幾好㗎，用嚟打卡影相，有個休息區同埋有一間小餐廳，都幾多本地人嚟呢度幫襯㗎喎。溫泉男湯就喺3樓，女湯就喺4樓。入浴之前可以自己揀浴衣，同埋提供即棄內衣。溫泉有7個池，熱湯有美人湯，有碳酸泉，總共有5個。另外冷泉有2個，仲有桑拿。我浸咗一陣，大概20分鐘到，就真係頂唔順啦，好鬼熱啊！所以我就走咗去休息區，呢度反而冇乜人喎，得我一個喺度攤。最後夠鐘入房按摩，
間房嚟講，3間之中佢就最細啦。技師手法就好一般，或者咁講啦，啱啱咁啱就係我嗰個係咁咯。悠悠閒閒咁喺度玩咗3個鐘。之前我喺湯之森第2間分店都已經玩過幾次噶啦，但係呢一間我就第一次幫襯。總體嚟講，佢嘅環境都幾舒適。咁天氣熱，泡溫泉就一定唔係咁爽啦。但喺泰國能夠浸完溫泉再加按摩，有時間嘅話其實都可以玩下嘅。今次酒店開箱同 SPA 分享就到呢度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幫我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 channel 真遊嘆世界。我哋下條片見。